阿生幾位？我自己一個啫。喂，兩位先生啊，擰翻過嚟講先，即刻入去整翻個勁辣鴛鴦鍋啦，好嘛？有咁辣得咁辣啊！哇！哎呀，腫咗！咁咗？唔係啊，牙肉腫咗啊！咁你又咪鬼嗌到咁辣啦？不過你好彩，痛就係雲南白藥牙膏啊！佢有3-7根精髓，有效止血消腫，3+7唔係10，係100%中醫認同嘅3-7根精髓，所以佢就係專門用嚟對付牙齦紅腫、出血、生痱滋，又使乜驚喎？簡直就係農夫之寶啊！出得嚟打邊爐啊，預咗食辣啦！有雲南白藥牙膏就唔使怕。認住佢，超級保護牙齦神器，護齦有3-7，抗敏美白薄荷。食到咁飽，不如同你講翻啲心底話啦。好啊！我想講咧，雲南白藥牙膏中醫都話好啊。我唔信你，都要信中醫啦。